要到你了，赶紧提手吧。朝阳，朝。各位先生，大家早安。开始之前喝起来第一节，喝点鬼被表演，喝点鬼嘛被表演刚刚以前有人讲过啊，你若知影啦，先莫学，捌听过人叫看卖。咱天道做兵啦吼，即个咱这位做兵位啊，你较早若咧修建的时阵吼，你早期咧修建讲空军的吼，拍着军。用军拍空军啦，用军拍空军，都有出现的，一句成语，有人会袂我？啊？下天下地对吧？你用军的人去拍吼，爱下你天气对无？啊，空军若要拍，下你地对无？就这个，咱即阵会当坐你即个所在，听副监理，听点文书，注意这个，咱去即个所在听到你，爱下天下地无？即阵你就感受会到啊，对无？那旧年还佫感受袂到，对毋对？咱医生足济人，大家拢去佚佗，咱就爱来过一摆。但是今年咱会当遮过一摆有下天下地无？咱感谢上帝。今仔日咱副监理吼，咱即个机会来即个所在来即个所在学习表演吼，开始的时阵，注意听，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舞蹈团？就是你中年这年吼，祖师来的写手，伊讲吼，龙飞凤舞，咱爱上佛堂来，注意听是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若毋是太平年，伊无随便来人世间。龙甲凤嘛是咱修道人护法神，咱今日来到咱的道场听道理，龙甲凤来做咱的护法神，天龙八部来护持，有出柜无？毋是安尼尔。金堂玉女官舞牌，最前王宝玲，听讲千秋献人了一遍，千秋万物，一千年了一遍，即阵有一个欢喜，最千回哪只欢喜哦？金堂玉女来这个所在要跳舞，表演互咱看，大欢喜心，转去好无？做事做咱就是安尼尔。弥勒诸佛笑哀哀，天上不灵应不住。弥勒佛带所有的佛祖来到咱的道场，看咱随前遮尔欢喜，即只法船，普渡法船，甲大道开好好。早起较早就开始啊，即摆佫重新讲尔。祖师伊讲咱即阵就是要甲即只法船，要甲开落行，要众志成城，来度化有缘，好不好？咱诸位前年拢是咱祖师上好贵宾，嘛是咱前副前年上好贵宾，嘛是咱随点文书，咱随前年上好贵宾。